暖暖十门溪，咱的故事看万地。拄则沈鸿杰老师有甲咱分享伊对竹仔的体会，续入去，还有一寡有关竹仔的知识，咱继续邀请沈鸿杰老师为大家来说分明。世界科技行进步，台湾文史倒翻苦。古早台湾人的生活，甲竹仔有真深的交陪。除了食竹笋以外，麻叶啊竹、桂竹，拢是重要的建材。会当做咱器具的好材料，麻竹有较拍身，伊的用路要做建材，要做器具就较有限。上好用的是刺竹，料质硬、润，佮厚软，会当冻真久，袂后去，真真正正是起厝好建材，甲做生活器具上好的材料。咱起竹竿仔厝，主要是用刺竹。无论徛条、环笼，还是厝顶下，拢总会使使用。嘛有人买麻叶竹来做鞋啊，伊会较水、较大颗。桂竹竹一般拢是铺伫厝顶用的。古早人手艺功夫有，除了起竹竿仔厝来大以外，真侪生活器具、农具，拢用竹仔家己做。我的外公就是竹仔师傅，亲像讲竹厨啊、竹刀啊、椅啊、竹面床、台啊、柑啊、食饭箸、箸笼等等竹米啊、下门汤、固定盆、家底啊、掠壶、柑壶、畚箕担、畚箕拿担、米箩、切担等等，所有生活上的用具，大多数拢总会使用竹仔来做，功夫实在真正灵通。在70多年前，阮老母嫁翁的时，阮外公就做一个尖线柑仔，甲一卡槟榔篮仔，互伊做嫁妆。虽然阮外公甲阮老母已经过身真久啊，但是外公做的槟榔篮仔真正优秀，我还阁留咧做纪念，当做是传家宝。暖暖十门溪，咱的故事看万地。为了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，咱特别伫今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，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，踊跃投稿。今仔日要来安排的这篇作品是来自屏东县屏东市的林美丽小姐，伊所写的这篇《大厝新福人记福地》，由洪昭文朗读，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三合院的记忆。怪手卡落，就甲东边护林的厝下舀一大坑，顶悬的叶片，若骨牌同款，一块一块落落来涂骹，对怪手的拆厝工程，大人伫遐调度指挥，囡仔嘛无咧用。若看到规矩好好的园仔，也是茶库，会使捡转来做茶行。
君临家真大内面，阿嬷生7男2女。除了细汉节自细汉就分予职工做囝以外，会使讲，阮家的7、8兄弟姊妹，拢伫大厝新出世。相片内底即几个囡仔，定定徛伫大厅门喙边，用真捌的字念迄对门联：西角千庭发扬祖德，好缘万派应如顺魔。但甲住伫大厝新内底的囡仔，拢变大人，厝嘛差不多老啊。民国73年，要敲掉虽然订番老仔厝的时，怪手司机讲：“恁这间怎样的呢？人正新户龄是用红叶盖厝顶，恁这是空塑料布的呢？”大厅头前有种一丛柳树，便若热人柳枝就对风摇撼。人讲柳枝属阴。毋通进厝埕，毋过阿伯则无咧信咧，因为迄是伊上疼的小妹3个仔种的。细汉节大汉有转来找亲，娶某了后，伫市场卖果子。头起生生理无好，细汉节生头上了，定定因为无钱来起冤家。有一摆，两翁仔某毋知激啥物气，阿婶竟然走去啉农药啊！拄好到即咧洗衫，看伊艰苦甲，就摕杀蚊粉水甲灌。阿母赶紧去找细汉节转来载阿婶去病院洗胃灌肠，一条命总算有捡回来。相片内底7个囡仔，有2个医生、查某警察、台文作家、羽球教练、工厂主管、业务歌手。人讲福地福人机。毋管好歹厝，家庭若和谐，就是福人及福地。囡仔时的大厝新，伊会永远留伫阮的记忆里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只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吃白影闪闪，无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，月娘村遐顶。